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石硤尾 Belgravia Place 一個351尺兩房嘅單位。Belgravia Place 位於巴域街1號，喺2025年入伙，樓底高10尺9寸。咁一入門口咧就見到有鞋櫃啦、儲物空間，隔離就係 open kitchen。個廳大概係8尺乘22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洗衣機咧就喺呢一個位置嘅。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27尺。咁喺呢一個位置，或者喺呢邊呢個位置，都可以放到張4尺嘅床嘅。另外一間房大概都係6尺半乘27尺。咁同樣啦，都係呢邊呢個位置，或者係呢邊呢個位置可以放到4尺床嘅。最後就係洗手間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